又到咗啦考手時光嘅環節啦，今日會同大家介紹嘅手作人咧都幾特別嘅，係兩母女嚟㗎噃。佢哋合作做啲咩手作呢？嗱，主要咧都係做一啲嘅泥公仔啦，以寵物做造型，相當可愛嘅。泥公仔會唔會係好難做嘅呢？對於我嚟講應該幾難嘅，不過咧，我哋都係交翻俾 Angel 同埋 Lucy 兩位嘅手作人去介紹下。一雙手一嚿白泥，你會將佢捏成咩形狀呢？今次就嚟睇下呢兩母女點樣用佢哋嘅巧手整出一件又一件好得意嘅泥公仔。Angel 話呢啲泥公仔主要以寵物為造型，仲成為佢同媽咪合作嘅一個文創品牌添。欣華泥寵咧呢個品牌咧，因為係我同我媽咪兩個人嘅名結合嘅，咁我叫阿欣啦，咁我媽咪叫阿華啦。咁泥寵咧就係代表用白泥去製造嘅一啲寵物啦，咁係為咗啲人咧可以紀念自己嘅寵物啊，或者想擁有一個寵物而製造嘅一個品牌。身為媽咪嘅 Lucy， 自細中意做手工嘢。做呢啲泥寵，佢同囡囡係有分工嘅，而一件完美泥寵亦都離唔開兩人嘅合作。我哋係根據兩個人嘅自己嘅特長去分工嘅。咁咧，我咧就幾中意即係雕塑嗰個部分啦。咁啊，所以咧喺呢個創作嘅過程中咧，我主要負責咧係把佢塑造成形，會由安琪嚟上色啊，嚟畫啊咁。我哋嘅分工係咁嘅，但係偶然咧，我自己都會親自去畫一啲作品嘅。我哋係選擇日本嗰啲高級嘅面燒泥嚟去製造每個作品嘅。咁每一件作品咧都係唔同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係佢手工做嘅啦，佢冇可能係複製到100%準確。咁於是咧，就算係同類嘅作品咧，都各有差異，都有佢嘅個性化。咁啊，每個作品嘅含義咧，都會根據當時創作嘅需要咧，俾佢一啲特定嘅表情啊，同埋動作嘅。Lucy 話：佢哋挑選咗日本面燒泥做原材料，對塑形同風乾效果會有好大幫助，因此每一件作品都各有特色。呢個時候，不如等 Lucy 示範一下塑形嘅過程啊！就攞一嚿呢個面燒泥出嚟，整一個鷹。我先搣咗個頭啦，佢係好軟熟嘅，可以你搣佢咩形狀都得。跟住咧，我就整咗個鼻。呢個鼻咧，咁結果佢個眼係凹落去嘅。咁咧就開始整佢個翼啦，兩邊就咁攣下攣下，佢就會出嚟嘅咯。由於佢唔夠光滑啦，我仲要咧仲要攞啲水咧，咁樣咧稍微和下佢，乾嘅時候就可以上色，可以去畫啦。咁我哋大概你都可以睇到呢個鷹嘅形狀。本身做開動畫片嘅 Angel 一直喜歡文創方面嘅嘢，呢種興趣亦都得到媽咪嘅大力支持。佢哋呢幾年已經創作咗1000幾件泥公仔，廣受歡迎，銷售情況非常理想嘅。呢3年幾咧售出嘅都有1300件呢啲泥寵，咁包含埋呢個黏土動畫啦。受歡迎程度我覺得好高嘅，即係從呢個國內嘅遊客啊、本地啊、香港啊，甚至歐美嘅客戶咧，都好多會購買呢啲咁嘅公仔啊、泥寵啊。同埋有啲係會揾我去訂製一啲肖像啊，同埋寵物肖像啊咁樣。一件白色嘅泥公仔點樣變得個性化呢？秘密就在於上色呢個步驟啦。完成咗個鷹，而家將佢上色，畫咗個眉先啦，跟住再畫眼啊。老鷹眼唔係好大。咁就畫下啲羽毛先，跟住畫佢嘅翼啦。咁就畫個鼻啦，
跟住就到個爪啊。其實我哋呢啲咧就係比較童真風嘅。無論你有冇養寵物，呢啲咁栩栩如生嘅泥蟲，會唔會考慮收藏返一套呢？